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咱今仔日来看这个第三个答案，小数三643。咱今仔日讲到咱台湾的本地啊地方。咱进前讲到全世界吼，来咱复习者，咱全世界有几大地本地？有几大板块？三大。几块？菲律宾跟欧亚。菲律宾啊。咱个算过哦，菲律宾、欧亚。咱全部有7地，啊，其中上大的一地叫啥物？欧亚。菲律宾。对，太平。伊嘛是所有大地本地内底。伊全部拢是海洋的，其他你所算的，你甲各州来算过来，对太平洋算过来，对咱遮来是啥物？后啊，欧亚板块，南边菲律宾，印度澳洲，来非洲。过大西洋叫啥物？北美、南美，来上尾一个南极、南极板块。所以呢，总共有7块大地本地，7块大地本地。咱台湾啊，拄啊好伫1块大地。欧亚板块本地，搁有另外20、30块小地，咱拢无去讲着，因为小地本地啊，伤济啊。但是有一地咱爱讲着就是咱遮的本地，对，菲律宾海本地。所以咧，咱台湾的地形吼。咱台湾差不多伫70万年附近吼，这个菲律宾海本地、菲律宾海板块，这个海咱定甲拍落去吼，拢甲叫菲律宾海块吼，菲律宾海板块，菲律宾海本地，拄开始弄着后啊本地，所以伫菲律宾，因为伊是小地本地，所以小地弄大地拢会较弄输，所以弄一个就救起来啊。伊就拓出一个海岸山脉、海岸山脉，但伊佫继续开，甲大地后啊本地开出这个中央山脉，所以咱整个台湾岛这2块本地，就是对。这个花东纵谷做一个介绍，伊的东边海岸山脉、海岸山脉正面菲律宾海板块的范围，西边中央山脉甲咱西部的这个边缘，整个拢是后啊本地范围。伊的界线就是一条，你若要台东去花莲佚佗吼，伊有2条公路。这条叫台九线、台九线，这条是台11线。你若行台11线，你会看到迄个太平洋风光，足水的3仙台啦、8仙洞。你若行这9号就是纵谷线，这条纵谷线就是花东纵谷，你会看到2边的山，有哪足水的。而且你要徛伫这个。欧亚板块、菲律宾海板块交界哦，你要可以，你跳这边的，这个菲律宾海板块跳这边的欧亚板块来做无聊的，也袂辛苦呀。特别说明就是讲，一般你若要跟本地相拢相克，伊像我讲过，咱是聚合性板块，伊是一直克起来。伊咧克的时阵你若这地是海，这地是大量的本地。
伊就海洋因为海洋较重，所以伊伫下骹，所以伊一直刻落，就像太阳板块甲欧阳板块，伊就一直刻落，所以迄个海洋板块，伊刻落会形成海沟，刻到尾啊，伊这边会形成火山，形成琉球岛屿。这是大西洋板块甲欧阳板块挤压的结果。啊，你若两块大陆板块，你著看当迄时隆起的时阵吼，上伫顶管上伫下骹无一定，吼，像讲欧阳板块和迄个印澳板块，因弄出喜马拉雅山。啊，伫欧洲迄边，欧阳板块和非洲板块弄出阿尔卑斯山。小共虽然两块大陆板块拢有一块伫顶管，一块伫下骹。但是咱即两个板块吼，做特殊的是，你讲啊，到底是对临海板块伫顶管，还是后海板块伫顶管？伊就像安尼。你若要北面看吼，譬如临海板块伫下骹，但你若我对南去看吼，譬如临海板块伫顶管，伊安尼摕结果会做是啥物？你若一个伫顶管，一个下骹，伊是下骹迄就一直落去嘛，啊顶管迄个下骹即个顶管物件一直扣起来嘛，变做一个山嘛，喜马拉雅山、阿尔卑斯山就安尼来的嘛。但是咱安尼做是啥物结果？无人会落去，但是佫一直摕过来，你若手你就捉着啊，对无？你就讨少啊。但你个山，所以是安怎咱的中央山脉较侪变质岩？变质岩安怎形成的？伊就有强大的挤压力，伊佫做侪褶皱甲断层。拢是安尼来的，哦，所以这是咱台湾的状况嘛。好，再来咱来讲地动。所以咱台湾做侪地动哦，地震是我们的宿命嘛。有的所在是四人无拄过地动，啊，所以迄个所在的人吼。伊个国家人捌地动吼，啊，有诶敢人拄啊好来台湾佚佗吼，我甚至拄着地动吼，好人遐行甲煞屎。有啊，行要写，啊，咱是三不五时就伫遐摇来摇去啊，咱也无啥物感觉啊，吼，因为咱常常有地动，就因为我讲过，咱有400多条的断层，因为安尼起压的结果拢是南北走向。啊，我咱断层拢来给走向。好，所以咱来看咱的地动，地动咱讲几个名词啊。地动原因是啥？上济就是发生断层，当然你火山爆发啦，甚至人为核子试爆啦，啊，咱是无恐龙，无迄个雷龙。涨过来嘛，先地动，所以咱若讲断层发生一点地下，所以它发生断层的地方叫做震源，地下，投影到地面上，上近的位置叫做震央，震央甲震源的距离，就叫地震深度。咱把地震深度分做浅源地震、中源地震、深源地震，一般是分做这三种。有诶分做极浅地震啦吼。这数字咱是无管吼。你感觉对种地震较严重？浅源啊、中源啊、深源？浅源。地震对咱影响是伫地面上，伊若地下摇到哪里来，咱也无参与。所以你若距离愈近，是毋是对顶管的影响？你相同的能量吼，你若距离越近，是比地面上损害越大。所以921地震吼，它震源只有7-8公里，算是很浅源的地震，所以太严重，就是安尼。
另外，若讲到地震的能量，两个名词啦吼，地震规模，甲地震强度，这两个吼常常台湾弄不见，弄错，啊，常常用唔对。地震规模是地震的总能量，啊，地震强度是地面上摇晃的程度。这两个是无同的，一个地震发生，咱把所有的能量甲加起来，甲做一个换算出来一个数字，这叫做地震规模。啊，地震规模吼，有国际的迄个通用的，啊，叫瑞士地震规模。啊，地震强度哈，你地面破坏的程度，所以一个地震你无同所在，你有不同的地震强度。通常你越接近中央，地震强度会越大。啊，这个地震强度是咱中央气象局，比如讲，啊，讲到中央气象局管到地震，还有我们没有中央地震局啊，啊，气象局有管天灾，你说你不要跟我说我们有地震事务所，那个地震跟那个地震不一样。这个简称震度，我们有分10级啦。你看起来好像是7级，你看有2分间，但是各分成又把它分成5强、5弱、6强、6弱，就变成10级啦。不要讲921地震发生之前只有定到6级哦。只有921震央的那个强度啊，已经超过6级的范围啊，所以为921要装下，你才可以给一个第7级的地震。921就是高雄几级了知？高雄4级。第1星期才有看到迄个大同。大同。伊对面大同，阮细汉时阵伊是栋10层的大楼，啊尾啊火烧，变10几年就火烧，啊都规栋烧去，啊伊阵烧去的时阵大统的迄个公司讲，我要原地重建，是如果别人你爱规个拆起来重建，因为是安怎？迄差不多钱啊，啊就要烧过啊，政府甲大统咧烧过。讲找人鉴定，结果科技地921大地震来解，当初时的耐震标准拄好4级，叫大同4级摇者，小级的大同4级摇的，无代志。后来大同中央马雅市政府说，你看经过实验证明没事，事有怎啊边仔摸的，所以我马上叫伊重建。所以我一直消防局长完工全台湾都是921的受灾户，只有大同是地震受益户，所以他捐很多钱出来。但是大同我要家己嘛，唔敢搁10楼啊，他们自己就砍掉啊，变做3楼尔啊。你讲你会当原地重建就无代志，你刚搬过来，你家己嘛爱维持啊。所以这要注意哈。这类似地震规模像92170，但这无钱哈。你刚你了气象主播哈，人家公司挤出来吼。比如讲你早地球科学罗永平老师啊9217.3没有挤，有小数点。7以上就是大地震了。你到2有没有10、20、30、100的？金融级数你对数每增加1多30倍的能量，所以每增加2多几倍？60。你不要跟我说60倍啊，30乘30啦，900倍啦。90。也就是说，7级的地震比5级的地震多了900倍的能量啊，所以后面越多是越难呐。历史有记录以来。应该最大是9点多，我印象中应该是墨西哥，然后地对吧？反正9以上就很罕见的啦，你那欧过有没有50、100的，地球爆掉了。来，所
我答一个问题啦，哈。你拢有做过防震演练？哎呀妈，3个口诀。不是。稳住。防震演练3个步骤。趴下。蹲下，趴下，稳住。卧倒，然后呢？掩护，然后呢？稳住，对不对？原地稳住嘛，头上有避免头被擦伤。要不要跑？不要跑。什么都要跑？不可以跑。都可以跑。对。有没有要跑的时候？有。地震稍息。以前人问我演习时吼，人问我讲，地震到底你安怎判断讲我要就地掩蔽，还要走？楼层高低。我甲你教一个，伊嘛是教我的一个很容易判断的标准哦。好，我讲一个很容易判断的标准，什么时候要跑，什么时候要就地掩蔽。来，我来讲，你若伫遐想讲什么时候要跑的时候，一定不用跑。也就是要跑的时候吼，你一点也不会怀疑。我问你啦，你若看到恁兜的创意吼，为啥听过一瓶吼，弄去面壁吼，你敢聊吼？我要不要跑呢？你若看到恁兜的横梁吼，规安尼弯落来啊吼，就要出到头趴吼，你会看着他说，我现在要不要跑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好判断。当你底下想说我要不要跑的时候，一定不用跑。要跑的时候，你一点怀疑也没有。问题是，要走的时候，你当下一定跑不了。你知影无？迄种情形哦，你用白吼叫做海白出，但是问题是咱摇料的第一次摇料会有休息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你跑的，啊，就是如果刚那种真的那种情形啊，那种情形就是你跑的时候，因为咱比如讲哈，咱的建筑的那一阵子，依照4级，尽可能较悬啊，咱比如讲5级好啦，我印象唔知5级啊6级再查一下。咱若比如讲5级，但是你讲6级来，咱厝敢会先放出来，袂吼？咱若6级一来吼，超过延耐震标准时，咱厝阁会挡会牢哦。但是问题是，咱地震挡会牢，刷来挡会牢袂唔知哦，有可能第1、第2摇就放落来啊。所以迄阵情形就是你摇困的时候，你就爱紧爬出去。我敢保证那种情况，你站都站不起来了，你的脚都软掉了。啊，但是你就爱用爬啦，用爬的爬出去，知道吗？好，啊，我问你。即摆你咧困的时阵，边仔有地震包的野手，都拢无嘛。咱人搁奇怪吼，咱大礼拜买乐透吼，迄几率足低，拢认为咱会中。但咱地动较侪吼，常常拢发生吼，咱煞认为讲，白我袂遐衰，吼，人有无比乐观的天性，对无？人性就是这样子。你爱想讲，你若反对你怎啊困袂醒，是安怎是安怎拢无天光，结果你目睭起来，哭起来，头还弄着边啊，弄着天花板，因为你困你一半翻过来，你若困那边，所以就这样子啊。由于活最久的是他困在哪里？你有发现？困在冰箱旁边，所以他撑了好几天。你想办法，你若没有饮水，但是没有被压死，你如果被困到饿死、哇，可怜，因为你一开始就被压死算了，啊，所以你要做一下准备，是吧？来，你看。